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今次第一條片拍乜咧？我都未介紹我自己，我自己係 Jason 啊！我而家咧就介紹我屋企有幾家入面嘅成員有，即係話我屋企總共有幾多部手機，計埋我媽咪啊、爹哋啊嗰啲咧。首先第一部係呢個啦，我講下點解會買呢部嘢啦。呢部好似係2014年嗰陣時我阿爸買嘅，買俾我噶，所以已經用咗2年，應該3年啫，我自己都唔知。嗱，呢部機咧就14年買俾我嘅，即係而家有1部啦。我媽就跟埋我媽就第2部啦，有2部。我阿爸3部，佢出面有2個唔知用嚟仲唔知點處置好嘅，有2部，即係有5部。我家姐有1部，我媽咪又多1部。跟住咧，我阿爸好似又多咗1部。就係咁啦。iPad 嗰啲唔計錢，亦都冇 iPad。OK， 嗱，跟住片咧就暫時到呢度為止啦。記住訂閱我 Jason 欣，唔好訂閱日向花火，就咁話啦。